又一個新地盤開工啦！唉，擺低啲嘢先，擺低咗啲嘢就第一件事梗係開窗啦，因為咧好焗嘅，即係好大陣噏味啊，要散下味先得，如果唔係吸得多真係唔得掂。跟住開始做啲前期嘢啦，就係去拆啲窗簾啦，費事油漆滴到啊嘛。同埋咧窗簾拆咗落嚟咧，就揾啲垃圾袋包翻住佢，乾乾淨淨。咁啊，咁啲客人就冇嘢講啦，費事一陣間啲窗簾整污糟咗啊，又要拎去洗就麻煩啦。咁拆落嚟咧，就用膠袋咧包一包佢，寫翻廳右，因為咧同埋廳左掹翻個位置。如果唔係咧，到時咧，因為有陣時咧啲窗簾有長有短嘅，到時又要重新掛麻煩啦，或者掛錯咗啲邊啊、啲櫃啊，呢啲掉嗰啲都擺定喺中間啊，呢啲要掉嘅擺定喺中間啊。呢啲執完之後咧，就開始咧就拆嘢啦，就拆路軌啦。不過拆路軌之前咧，要閂咗窗先，費事跌咗粒螺絲落街。正式開始咧，就可以執下啲牆身啦，因為呢個咧唔係鏟底嚟嘅，咁所以咧成張撲嗰啲咧起佢得啦，跟住補翻佢就得啦。講翻呢個好大笪，大笪都冇辦法都一定起翻佢，因為咧一油啊，全部冧晒落就甩晒出嚟啦。咁所以而家要起晒佢，鬆嗰啲一定要起晒佢。晒啲撲嗰啲咧，就掃一掃笪地啦，順便咧掃埋呢啲塵，費事一陣油嗰時揩到落埲牆度就麻煩。